带去读唐诗。即有望穿壮作，作者王维。即有空林烟火地，丁雷吹树响动时。暮暮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转风离。山中石青观潮景，树下青菜接罗归。野鹿依林青石大，海鸥好事景相宜。简介：汪传宗是伫即个陕西那田江南山中。也是自从张九龄被罢相了后，李林甫、杨先生来当官，都不当不相为谋。唐宪宗不但唔准来试歌，只有咧一半做歌，一半稳基伫世外桃源的汪传宗。启禀呢，自从落雨真久，拄着好天的电影，家家户户慢慢来升起了迄个炊烟。像一把朴素自然、修身养物的画面，展现伫咱的面头前。显午的时分，农夫自将煮好的饭菜体贴入味，亲自打到当边的电影，重现古早时代种南京路质温香又在和谐风貌。也引领读者再次来领悟王维诗中有味、画中有诗的文采，也自将学会的衔接生活甲优美的电影风光合成一体，创造一个文武相结、情景高扬的诗句。修炼呢，那将龙川武傲炊烟写非常的推行。佮再自将农夫、田夫生活气息呢，点点地个依然生动。地灵诗伫个背，莺声燕语的叫啊声，伫热天密布的树林，时啊辽阔的水潭，有动态，有听觉，相互映照，将武傲望穿描绘得个画意涌现。幽静的上日马来世观目景，透早开花，暗时就写，会当了悟人生的短暂。彩蝶落葵以供清哉所食，虽然是恬淡，却是当返本还原，说成此事。尾联呢，就用庄史语言甲历史黄地典故，一个正用。一个反用，两相结合，突发淡泊名利的心情。这首诗敢若像有一百真正的精彩水墨画，深邃意境，甲超迈的风格，令人回味无穷。也是空谷春金唱亚冠的杰作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派。有气质，够文采，读诗快乐哦。